天气乌阴天，湿个冷，学生啊赶来考学测，伫咧复旦高中气氛真紧张，因为真一枚有学生的家长确诊，方宣布要预防性停课。我个人的推测啦，他是在这个防疫汽车上面，那个司机确诊了以后，他才确诊的。 所以应该是他不是，因为他上礼拜五还上礼拜天都有做筛检是阴性。针对校长的讲法，桃园卫生局讲，也搁伫咧疫调当中，除了复旦，自文国中嘛爱预防性停课。环境爱加强摒扫，就惊到新一波的病毒。亲像昨确诊的案135和案115是一对母仔囝，厝住伫咧北投。这个科技厂的员工要来到台北，即摆伊做工课所在已经完成采检。是为了这个预防性起见，还是要请卫生局继续做疫调。不过今天的八德综合大楼的采检站一样开放给民众来采检。风险还搁伫咧，民众千万唔通急放放。确诊者行过所在，嘛要注意，病毒拢会出现伫咧人真济所在，亲像全联冰店、和平门市、台务购物中心、新港3月桃园站景店、港南大批发桃园新港门市、高铁桃园到邦桥，拢有确诊者去过。 好有镜头的民众会当去桃园9个社区做采检，安尼才袂互疫情愈传愈严重。